间位在新竹北埔的百年老店龙源饼行，人潮总是络绎不绝。从西元1871年开始，这儿就传承这样的客家好滋味。番薯饼、芋头饼、玉皇酥，通通大受欢迎。这是因为老板张宗文坚持传统做法，强调真材实料。来。搅拌面团、制造面皮，老板说，现在虽然已经是半自动化，但是品质绝对跟手擀的面皮一模一样，面面有油。光是一张面皮就要这么花功夫，因为它要让人吃一口就印象深刻。鸡体味膨胀，它一层层是很明显，大概有10几层、16层的。切开饼皮，一层又一层，层次分明。这是番薯饼好吃的秘诀。盖板一层一层一层层，当多层食到是吧？面酥酥。用平价的番薯取代昂贵的内馅，让人人都吃得起。这是张家老祖宗的智慧，延续到现在一样不马虎。用的是有机无毒的番薯，制作过程小心翼翼。太久会硬，太硬了；煮了不够太软。太稀这个包起来也不好包。一代传一代，现在第4代的传人张玉宪不但坚持传统，也研发新口味。就像这个擂茶饼，香香脆脆，很可口。不过光是挑选擂茶粉就大有学问了。因为每一个店家做出来的粉，它的成分绝对是不一样，我们一定要去选最好的，大概花了7、8个月有。除了擂茶，用客家麻糬做大饼，香酥又弹牙，这也是他们的招牌。为了希望客家大饼也能变成行销国际的伴手礼，他们准备替它换上新包装。创意不断在心中发想，他们希望这样的客家糕点，民众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层层分明的饼皮里有细腻的番薯，有香甜的芋头，咬下一口有扎实的满足。这是张家人100年用心积累成我的感动时刻。